新闻来看，香港政府将公布新一届区议会改组的方案。后一届的区议会只保留2成的名额直选哦。未来所有要参选的议员，拢会以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先来进行资格审查。 香港特首李家超伫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记者会顶悬，以从2020年开始，大量区议员做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有区议员危害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反对香港国安法等，也有大量议员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香港主权国等，300外个议员因此被取消资格。从原本479名议员，到即马敢若剩1/3，也就是146名议员，这个情况 未当接受，就要复回正班。為確保國家安全同埋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區議會將會引入資格審查制度。所有議員，無論係從邊一種渠道要成為議員，都需要透過資格審查機制確認佢哋嘅資格。 新方案該直接也是間接的委任議員，主導保留20%的特選議席。2019年反送中了後，北京當局開始替香港區議會改制鋪路。2020年國安法，2021年選舉制度改革小耍產生。First of all, I do not agree that pure counting election votes mean democracy. I think. Different locations,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places have their own systems. So what is good for Hong Kong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what we will be facing in the future. 香港區議會1982年頭屆引入特選，1997主權移交，特選的比例豆豆增加到即馬94%。委任制嘛，佇2016年完全取消。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投票率71%是歷史新高。泛民主派摕到8成6個議席，即馬初二公布新方案，被認為是就算民主派得到參選，未來佇個特選贏大量的議席的困難度嘛會增加。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来看。